你可能知道牙周炎同好多長期病患有密切關聯，但係你又了唔了解當中嘅病理典故呢？知道呢個健康秘密，我相信你哋一定可以為身體咧做出最好嘅選擇嘅。牙周炎唔單止會令到牙骨萎縮，如果用顯微鏡透視一下牙肉究竟發生咗咩事，就會發覺原本完好嘅細胞，因為長期有口腔細菌入侵同埋破壞，以致形成一個慢性嘅傷口。嗱，你想象下，如果身上面有一個長期都唔埋口嘅傷口，每日24小時打開道門，俾細菌同埋其他毒素進入我哋嘅血液循環，咁免疫系統咧就長期處於作戰狀態，要嚟對抗入侵嘅細菌，結果咧就變成慢性嘅炎症。哇！甚至乎一啲嚴重嘅牙周病患者，佢哋口腔發炎嘅範圍可以等同於一隻手掌咁大㗎。長期病患之中，首先講下心血管病。當細菌進入咗血管嘅時候，毒素同埋一啲壞嘅膽固醇會積聚喺血管嘅內壁，形成斑塊，增加血管堵塞嘅風險嘅。當斑塊積聚喺心血管嗰度，會增加冠狀動脈硬化嘅風險。而糖尿病以及牙周病亦都有雙向嘅關聯，因為慢性嘅炎症會減少胰島素對血糖嘅敏感度，所以血糖控制得唔好就會增加罹患2型糖尿病嘅風險㗎喇。亦都因為糖尿病會影響自我嘅修復功能，所以亦都會影響牙周病康復嘅成功率嘅。唔好以為長期病患係長者先至有嘅疾病，以上2種長期病患都持續有年輕化嘅趨勢，所以自己睇完呢條片之後都要分享俾身邊嘅人啦。